大家好，我係來鵬 Brian。今日係2026年嘅2月18號星期三。咁我跟新華旅行社咧翻咗去大陸長隆咧玩幾日。咁啱啱翻到酒店啊，食咗自助晚餐。呢個時間咧冇咩做，最好做咩咧？就係讀下本聖經啦。我好中意讀聖經嘅喎，因為讀完聖經咧，俾到我內心咧有份平安同喜樂，同埋咧俾到我智慧咧去面對人生各種嘅困難。咁今日咧，我想讀咧呢個傳道書俾大家聽，希望幫到自己又幫到大家。多謝大家。我用嘅係環球聖經譯本。傳道書第1章，以下是傳道者，就是在耶路撒冷為王，大衛兒子的話。人與自然界都是虛空。傳道者說：虛空的虛空，虛空的虛空，一切都是虛空。人的一切勞碌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勞碌，對自己有什麼益處呢？一代過去，一代又來，地卻永遠存留。太陽升起，太陽落下，匆匆回到它初升之處。風向南刮，又向北轉，轉了又轉，不斷順着原道返回。江河向海裏流，海卻不滿溢。江河往哪裏流，又從哪裏流回。萬事令人厭倦，人說不盡，眼看不飽，耳聽不足。現有的事必將再有，已做的事還將再做。日光之下一件新事都沒有。有哪一件事人可以說看這是新的？其實它在很久以前已經有了，在我們之前早就有了。以往的事無人紀念，將來的事後人也不追憶。人的智慧和知識都是虛空。我傳道者曾在耶路撒冷為王，統治以色列。那時我用心去尋求，用智慧去探索天底下發生的事。神給予世人的確實是艱難的苦差，叫他們為此操勞。我見過日光之下所發生的一切事，不料全是虛空，都是捕風。弄彎了的不能弄直，失去了的無法彌補。我心裡說，我大大增廣智慧，超過所有在我之前統治耶路撒冷的人。我心也領悟到豐富的智慧和知識。我用心去了解智慧和知識，瘋狂和愚昧，才明白這也是捕風。事實上，智慧多，煩惱就多；知識增加，痛苦就增加。第2章，人的成就和享樂都是虛空。第2章第1節，我心裡說：來吧，我用享樂試試你，讓你看看有什麼益處。不料這也是虛空。論到歡笑，我說那是發瘋；論到享樂，我說這有何用？我心裡沉思去讓肉體被酒奴役，去找緊愚昧，但內心仍由智慧引導，直到我看清天下的人在短暫人生中所行的到底有什麼益處。我擴大自己的事業，我興建房屋，栽植葡萄園，我修造各種園子，在園中栽種各類果樹，又挖了水池，從中取水灌溉園林裏正在成長的樹木。我買來男女奴僕，也有許多管家，又擁有大群的牛羊，比任何在我之前的耶路撒冷人擁有的更多。我更積蓄金銀，以及列王和各省的珍寶，又擁有許多男女歌手和妃嬪，都是人間樂事。於是我日漸強盛，超過任何在我之前的耶路撒冷人。但我依然持守智慧，我眼所求的一切我都不禁止，任何歡樂我的心都不拒絕。我心在勞碌中歡樂，這就是我在一切勞碌中所得的份額。然而我回頭看我手所做的一切，以及我勞碌所成就的事，不料全是虛空，都是捕風，在日光之下毫無益處。
智者愚者都會死。我回頭看智慧、瘋狂和愚昧，看王的繼承人可以做什麼，還不是重複先前做過的事。我就看到智慧勝過愚昧，如同光明勝過黑暗。智者眼目明亮，愚人卻走在黑暗中。但我知道他們都會遭遇同樣的命運。我心裏說，既然我也會遭遇和愚人一樣的命運，那我為什麼要更有智慧呢？我心裏就說，這也是虛空，因為智者如同愚人，不會永遠被人紀念。在未來的日子，一切都會被人遺忘。可嘆智者跟愚人一樣會死。因此我厭惡自己嘅人，因此我厭惡人生，因為日光之下所發生的事都使我厭煩，全是虛空，都是暴風。人的成就始終帶不走。我厭惡自己的一切勞碌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勞碌，因為我得把成果留給後人。誰曉得那人到底是智是愚？他竟要接管我一切勞碌的成果，就是我用智慧在日光之下勞碌的成果，這也是虛空。於是對於我在日光之下一切勞碌的成果，我的心轉而絕望，因為人用智慧、知識和技能所勞碌得來的成果，卻要留給未曾勞碌的後人作遺產。這也是虛空，何其可悲！人在日光之下勞碌所付出的一切勞心勞力，到底可以得到什麼？還不是一生痛苦，為自己的苦差而煩惱。他的心甚至在晚上也不能安定下來，這也是虛空。人的吃喝享樂都是神所賜，人最好是享受飲食，在勞碌中自得其樂。我看這也是出於神的手，因為離開了他，誰能吃喝？誰能吃用和享受？對他喜悅的人，神賜給智慧、知識和喜樂；而對罪人，神給他苦差，讓他去收集和積聚，結果把得來的交給神所喜悅的人。這也是虛空，也是暴風。第3章，神使萬事發生在合宜的時候。萬事都有其特定的時間，天下一切事務都有其時候。生有時，死有時，栽種有時，拔出所栽種的有時，殺害有時，醫治有時，拆毀有時，建造有時，哀哭有時，歡笑有時，悲動有時，雀躍有時，掟石有時，堆石有時，擁抱有時，遠離擁抱有時，尋找有時，遺失有時，保存有時，丟棄有時，撕裂有時，縫合有時，沉默有時，發言有時，愛有時，恨有時，戰爭有時，和平有時。人在工作上勞碌有什麼益處呢？我看到神給予世人的是苦差，叫他們為此操勞。神使萬事發生在合宜的時候，又把永恆放在人的心裏。雖然這樣，人還是不能領悟神自始至終的作為。我認識到人活着最好是歡樂和享福，並且人人有吃有喝，在他一切的勞碌中享福。這是神的恩賜。我認識到神所做的一切都會傳到永遠，無可增添，無可減少。神這樣做是要人敬畏他。現有的事先前已有，將來有的早就有了。神使以往的事再現。世人如牲畜一樣都會死去。我又看到日光之下，在審判的地方有奸惡，在公義的地方也有奸惡。我心裏說，義人和惡人神都會審判，因為一切事務、一切工作都有其時候。我心裏說，至於世人，神考驗他們，讓他們看見自己與牲畜無異，因為世人的命運與牲畜的命運都一樣。
這個會死，那個也會死，都有一樣的生命氣息。人並不勝於牲畜，一世都是虛空，全都去同一個地方，都是從塵土而出，也回歸塵土。誰曉得人的生命氣息是往上升高，牲畜的生命氣息是向下入地呢？我看到人最好在所做的事上自得其樂，因為這是他的份額。試問有誰能帶他去看自己死後的事呢？第4章，欺壓的事和勞碌都是虛空。我又看到日光之下發生的一切欺壓的事，受欺壓的人流淚，竟然無人安慰；他們被手握大權的人欺壓，竟然無人安慰。因此，我讚賞那些早已死去的人，他們比那些現在仍然活着的人幸運。但是，比這兩種人更幸福的，就是那尚未存在，沒有見過日光之下發生的惡事的人。我看到人一切的勞碌和各樣工作的成就，都是人彼此爭勝的結果。這也是虛空，也是捕風。如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，一掌滿有安寧，勝過雙掌滿是勞碌和捕風。我又看到日光之下有一件虛空的事，有人孤單無伴，沒有兒子也沒有兄弟，卻不停勞碌，沒完沒了，財富也不能滿足他的眼目。他自問：我到底是為誰勞碌？勞碌自己的享樂呢？這也是空虛，這也是虛空，是艱難的苦差。二人比孤身一人好，因為二人一起勞碌，有美好的報酬。要是一人跌倒，另一人還可以把同伴扶起來，但孤身一人跌倒，沒有旁人把他扶起來，他就慘了。此外，二人如果躺在一起，就可互相保暖。如果孤身一人，怎能暖和呢？孤身一人容易被人制服，二人協力就可以抵擋對手。三股合成的繩索不容易扯斷。貧窮但有智慧的年輕人，勝過老邁愚昧不再接受勸諫的君王。這年輕人從監獄出來為王，儘管他在本國出身貧寒。我看到所有在日光之下行走的活人，都跟從那取代他的下一個年輕人。他領導的所有人民無窮無盡，然而後來的人卻不喜歡他。這實在也是虛空，也是捕風。第5章，朝見神要謹言慎行。你進入神的殿，要當心你的腳步，近前聆聽，勝過獻愚人的祭，因為他們不知道這是在作惡。你在神面前不要冒失開口，不可心急發言，因為神在天上，而你在地上，所以你要少言寡語。事務多就夜有所夢，言語多就有愚昧的話。向神許願要還願，你向神許願還願不可拖延，因為他不喜悅愚人。你許願就要還願，許願不還不如不許。不要讓你的口把身體定罪，不要在祭司面前說這是無心之失。何必讓神因你的話而發怒，摧毀你手上的工作呢？多話就多夢和虛空，你只要敬畏神。貪財者害人害己。如果你在某一省中看到有窮人受欺壓，公正和公義被剝奪，你不必因此驚訝，因為高位者有上級袒護，在他們之上還有更高級的官員。各人從土地得利，連君王也從耕種的田地獲利。愛銀子的人不會因銀子而滿足，愛錢財的人也不會因收入而滿足，這也是虛空。好東西增多，吃用的人也增多。主人除了乾瞪眼，還有什麼利益呢？勞工無論吃多吃少，都睡得香甜。財主的豐
反而不容他安睡。我看到日光之下有一件非常可悲的事，就是財主積財，反受其害。他生意失敗，財富盡失。他生了兒子，他手上卻什麼都沒有。他赤身出母胎，怎樣來就怎樣歸去。他勞碌所得，手中什麼都帶不走。他怎樣來就怎樣去。這也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。他為風勞碌，對他有什麼益處呢？還不是終其一生在黑暗中吃東西，多有煩惱、病痛和憤恨。能自得其樂是神的恩賜。我確實看到一件美好和合宜的事，就是人在賜給他短暫的人生中吃喝，享受他在日光之下勞碌所得的一切，因為這是他的份額。每一個蒙神賜予財富資產的人，神都使他能夠享用並獲取自己的份額，在勞碌中自得其樂，這是神的恩賜。他很少思慮自己活着的年日，因為神以喜樂充滿他的心。第6章，人不知足，無法享福。我看到日光之下有一件可悲的事，常常發生在世人身上，就是有人蒙神賜予財富資產榮譽，心裏卻願的一無所缺，神卻使他不能享用，反而是外人來享用。這是虛空，也是非常悲苦的事。人就算有100個孩子，活了許多年歲，他就算年日長久，卻不能飽享美福，甚至墳墓也沒有。我認為流產兒還比他好，因為這流產兒在虛空中來，在黑暗中去，名字被黑暗淹沒，連日光也沒有見過，也不知道。反而比那人更有安寧。那人即使活了1000年2遍，也享受不到美福。人人都會去同一個地方。人的一切勞碌都為口腹，他的胃口卻無法滿足。這樣的話，智者比愚人有什麼優勢呢？窮人懂得在世人中生活，又可得到什麼呢？親眼看見好過內心奢望，這也是虛空，也是暴風。現有的事早已命名，人是什麼，眾所周知。人不能與比自己強大的抗辯，説話越多，虛空越多。這對人有什麼益處呢？在虛空的短暫人生裏，生命如影消逝。有誰知道什麼才對人有益呢？又有誰能告訴人，在他死後日光之下會發生什麼事呢？第7章，智者的選項。美好的名聲勝過上好膏油，死亡之日勝過出生之日，去服喪之家好過去宴樂之家。因為死亡是每一個人的結局，活着的人要牢記在心。哀傷勝過歡笑，因為面帶愁容能使內心受益。智者心在服喪之家，愚人心在歡樂之家。聽智者斥責勝過聽愚人歌頌。窩底超荊棘的爆聲怎樣，愚人的笑聲也怎樣。這也是虛空，欺壓使智者變得愚昧，賄賂能敗壞人心。刺情的結局勝過開端，寬大為懷勝過心高氣傲。不要心急發怒，常懷憤怒的人是愚人。不要說從前的日子怎樣比現在還好，因為你這樣發問不是出於智慧。智慧和產業一樣美好，對那些看見日光的人有利，因為智慧是保障，銀子也是保障，但唯有智慧能守護智者的生命。這就是知識的益處。在神作為中的人為，你要觀察神的作為，誰能弄直他弄彎了的東西呢？在好日子要享樂，在患難的日子要省察，這樣和那樣都是神的安排。
為的叫人測不透他未來的事。在我虛空的日子裏，我看到各樣的事，有義人行義反而滅亡，有惡人行惡倒享長壽。不要過分正義，也不要太過自以為有智慧，何必自取滅亡呢？不要過分作惡，也不要讓自己做愚人，何必時候未到就死呢？最好抓住這一點，那一點不要放手，因為敬畏神的人會兩者兼顧。智者給智者的能力強過城中10個官長。世上實在沒有只行善不犯罪的義人。人說的話，你不要句句留心，這樣你就不會聽到僕人咒罵你。其實你心裏知道，你自己也曾咒罵別人。智慧近似又遠，這一切我都曾用智慧查驗。我說我要有智慧，可是智慧卻離我很遠。現在的事太過遙遠，深不可測，誰能發現呢？我把心思轉回，要了解探索尋求智慧和事理，也要了解邪惡愚昧瘋狂。我發現有女子比死亡更苦毒，她的心是圈套和羅網，手是捆綁獵物的繩索。蒙神喜悅的人可以擺脱她，但罪人會被她捕獲。傳道者說：看我發現的這事，我一一探究，要找出事理。我心不斷尋覓，卻沒有找到。1000人中，我找到一人，但在這所有的人當中找不到一個女子。你只要看我發現的這事，這是神造人本是正直，他們卻想出許多計謀。第8章，智者懂得時機和方法。誰像智者？誰知道事情的解釋？人的智慧使他容光煥發，兇惡的面貌也會被改變。我奉勸你遵守王的命令，好像對神的誓言一樣。不要急急離開王的面，在禍患的事上不要停留，因為王想做什麼就做什麼。王的話就是權柄。誰敢質問他說：你在幹什麼？遵守王命令的人不會遭遇禍患的事。有智慧的心曉得分辨時候和方法，一切事務都有其時候和方法。儘管禍患常常臨到人身上，人無從知道未來的事，誰能告訴他將要發生的事呢？人不能掌控生命氣息，把自己生命氣息留住，人也無法掌控死期。沒有人能在戰爭中退役，邪惡也救不了行惡的人。義人敬畏神必享福樂。這一切我都看到，我留心日光之下發生過的一切事情。有時候人轄制人，使人受害，然後我看到惡人得到安葬，他們生前竟然可以進出聖殿，在他們行惡的城中受稱讚。這也是虛空，因為對惡行的懲罰沒有迅速執行，世人就放心作惡。即使惡人百般作惡，仍享長壽。然而我知道敬畏神的人必享福樂，因為他們敬畏他。惡人卻沒有福樂，也不能使自己的年日像影子拖長，因為他不敬畏神。世上有一件虛空的事，義人照着惡人的行為得到報應，惡人照着義人的行為得到報償。我說這也是虛空。於是我讚賞歡樂，因為人在日光之下最好的是吃喝歡樂。在神賜給他在日光之下的一生，他在勞碌中有歡樂伴隨。智者無法查明神的作為。當我用心去明白智慧，察看人在世上從事的活動，有人因此日夜不閉眼睡覺，我就看到神的一切作為。日光之下發生的事，人無法查明，就算人勞碌查找，也找不出來。因此智者自以為知道，他還是查不出來。第9章，活着就有盼望。於是這一切我都留心，我要弄清楚這一切。原來義人智者以及他們的一切作為，都有神掌握。無論是愛是恨，
沒有人知道將臨到他們的一切。每個人都有同一命運，義人和惡人，好人和壞人，潔淨的人和不潔淨的人，獻祭的人和不獻祭的人，都是一樣。好人怎樣，好人怎樣，罪人也怎樣，起誓的怎樣，害怕起誓的也怎樣。日光之下發生的一切事中，有一件可悲的事，就是人人都有同一命運，並且世人的心充滿邪惡。他們一生心裏瘋狂，之後還是要歸到死亡那裏。要知道，無論是誰，活着就有盼望，因為活久總比死屍好。活人自知會死，死人卻一無所知。他們再也不會得到報酬，連他們的名號也會被遺忘。他們的愛，他們的恨，他們的爭勝，他們的爭強好勝，盡都消失。日光之下發生的任何事，他們也永遠不再有份。生活就要積極去吧，歡歡喜喜吃你的餅，開懷暢飲你的酒，因為神已悅納你的工作。任何時候，你的衣着都要保持潔白，頭上不要缺少膏油。你要與愛妻享受人生，共享一生所有虛空的日子，就是神所賜給你在日光之下所有虛空的日子，因為那是你在一生中在日光之下勞碌所得的份額。凡你手所做的，就努力去做，因為在你所要去的陰間，沒有工作、計劃、知識、智慧、時運和際遇。我又看到日光之下跑得快的，未必賽勝賽贏；勇士未必戰勝，智者未必得糧食，精明人未必致富，博學者未必得人賞識。都在於臨到所有人的時運和際遇。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時運，就像魚被可惡的網捕住，鳥被羅網捕住，照樣當禍患的時刻突然臨到，世人就會陷入其中。智慧勝過武力。我又看到日光之下有這樣的智慧，使我印象深刻。有一小城，人口稀少，有一個大王來進攻，把它包圍，築起巨大的高壘攻城。城內有一個貧窮的智者，運用智慧救了那城，卻沒有人記得他。於是我說，智慧勝過武力。然而那窮人的智慧被輕視，他的話也沒有人聽從。聽智者安靜發言，勝過聽掌權者在愚人當中叫喊。智慧勝過戰鬥的武器，但一個罪人足以破壞許多好事。第10章，避免愚昧影響智慧。幾隻死蒼蠅使香膏日出臭氣，一點點愚昧蓋過智慧和榮譽。智者的心朝右，愚人的心朝左。愚人連走路也缺乏心智，向所有人通告他是個愚人。如果掌權者向你發怒，你不要離開你的崗位，因為冷靜回應可脫離大罪。在日光之下，我看到一件可悲的事，似乎是出於掌權者的失誤，就是愚人被安置在高位，富人卻坐在低位。我見過奴僕騎馬，貴族卻像奴僕在地上步行。智慧可助人成功，挖坑的人會掉進坑裏，拆圍牆的人會被蛇咬，採石的人會被石砸傷，劈柴的人會被柴所傷。如果鐵斧鈍了，還不把斧刃磨得鋒利，用起來就會多費氣力。智慧有好處，能助人成功，還未念咒就被蛇咬，對念咒者就毫無益處。愚人話多冇智慧，智者的口說出美言，愚人的嘴吞滅自己。他口出的話一開始就是愚昧，最後是瘋狂邪惡。愚人多言多語，其實人不知道將來會有什麼事。誰能告訴他，在他之後會發生什麼事呢？愚人的勞碌使自己疲乏，他連怎樣進城也不知道。
智慧君王造福國家。你這個國家啊，如果你的君王少不更事，群臣一大早就宴樂，你就有禍了。你這個國家啊，如果你的君王英明尊貴，群臣適時吃喝，只為得利，不為醉酒，你就有福了。屋頂塌陷是因為人懶惰，屋子漏水是因為人懶得動手。設宴叫人歡笑，喝酒使生活快樂。金錢能解決萬事，即使在你的意念裏，也不要咒罵君王；即使在你的臥房裏，也不要咒罵財主，因為天空的飛鳥會傳遞聲音，有一雙翅膀的會通報訊息。第11章，分散投資和勤奮工作，把糧食撒在水面上吧，因為日久就會有收穫。你要把財產分給7人甚至8人，因為你不知道將來會有什麼災禍臨到地上。烏雲滿了水氣，雨就傾倒在地上。樹無論向南倒還是向北倒，倒在哪裏就還躺在哪裏。人一直觀察風，就不會撒種；不斷察看雲，就不會收割。正如你不知道風的軌跡，不知道骨頭在孕婦腹中怎樣形成，照樣你也不知道創造萬物之神的作為。你要在早晨撒種，到傍晚也不要歇手，因為你不知道是早撒的還是晚撒的會有成果，還是兩者都一樣好。活着當自得其樂，乾真甜美，眼睛得見日光是多麼美好。人若能活多年，就當在這一切年日裏享歡樂，但也要記住，黑暗的日子將會很多，將要來的一切都是虛空。年輕人啊，在你年少的時候快樂吧，讓你的心在你年輕的日子裏歡喜，隨心所願去行，隨眼所欲去看。但你要知道，為這一切事，神將審判你。你當驅除內心的煩惱，除去身體的疾苦，因為青春華茂的時光都是虛空。第12章，最後一章啦，人要趁年輕。第12章，人要趁年輕記住創造主，在你青春的日子裏要記住你的創造主，不要等到衰敗的日子，等到你說我在其中毫無喜樂的年歲來到，不要等到太陽光明，月亮群星變得黑暗，雨後烏雲再現。到那日，房屋的守衛顫抖，壯漢彎身，推磨的女人零落而停工，遙望窗外的變得昏暗，街上門戶關閉，推磨聲變微弱，鳥雀啼叫，人就起身。唱歌的聲音都變低微，在這人害怕高處，怕路上的驚險。扁桃樹開花，蚱蜢負重難行，催情果沒作用，因為人要返回永遠的歸宿。大家會遊街哭喪，不要等到銀鏈斷開，金碗破裂，瓶子在泉旁破損，水輪在井邊破爛，塵土返回來之地。氣息回歸賜下氣息的神，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，一切都是虛空。當敬畏神，遵守他的誡命。傳道者不但有智慧，還把知識教導人民。他斷摸考究，整理了許多箴言。傳道者搜索使人悅服的話，正確地寫下真理。智慧的話語如同刺棒，收集者的語錄好像針顱在刺棒上的針子，都由一個牧人所刺。此外，我兒啊，你當警惕，著書多沒有窮盡，讀書多身體疲倦。這一切你都已聽見了。結論就是要敬畏神，遵守他的誡命，這是每一個人的本分。因為人做的每一件事，包括所有隱藏的事，不論善惡，神都會審判。咁今日咧，我就將舊約聖經傳道書嘅12章咧，都讀咗俾大家聽，希望幫到自己又幫到大家。咁咧，將來咧，我有機會咧就再讀聖經俾大家聽。咁多謝大家，多謝，拜拜。